大家好，我是小刘。外婆最近身体很治不善，牙发痛着。那么赖太太讲，我上趟到不里吃个粽子啦，味道不错，还想吃。那么我对外婆讲，你啦不能顶来一盘点吃的，一点点口味。那么经过粉丝的推荐呢，讲了东关路搿搭有一个年纪轻的妈妈带一个3岁的小囡，自家创业开制一盘粽子店，叫野鸡粽子，味道不错，今朝去尝尝看。东关路1199号，走进来就看见着，辣炮台湾，基本上侪是回头客，价钿也蛮漂亮。等我上趟去个粽子店有得一拼。前头个阿姨帽子松着。老板娘，我15的和13的各拿2个，还有19的也拿2个，拿6个。19的需要预定。那个19的要预定的。对，16、17、19的这3个需要提前1天预定。我们买10个送1个。那我就拿13的和15的，回去尝尝。刚刚出锅的来2只。阿姨，你觉着还搭个味道呢哈？蛮好个，我讲还搭个粽子跟理想的差不多，你讲一家人家搭好个。哦，一个师傅干的。对呀，你讲一家人家搭好个呀。这个22个。毛到东面应该有味点了，一个来毛。走起梅子粉粉。哎，那袋是大家吃吃要娘。那个一只粽子1顿饭就够了。哎，够着。这个吃一个就管一顿。够了。毛孩子，拿着一只白文蛋，现在马上送到外婆屋里去。我就是快递员。好吃吧？走来着，中浪向外婆舅舅吃个粽子，正好多2只下来听拨你尝尝野鸡粽子。大家看看那个粽子几好大啊！三个像冷天炸个鱼肉菜，蛋花、猪油、精肉、半毛。这那个粽子结棍。哎呀，高主播啊，我还分怕难了，你哪已经吃光这家？实在还吃不够呀。是个，我明早再去忙。